来看有人权团体今仔去指认贸易公司抗议，指控公司伫缅甸的工厂无依照契约付奖金予工人，工人罢工后又搁找军方警察去打压。指认公司是表示讲一切拢有依照当地劳动法令，嘛强调讲双方已经达成保密的协议，会来撤回对带头工人的告诉。撤回非法解雇。 几个人权团体去这间做精美工艺品的智林贸易公司外口，大声喊口号，要求公司都要重视缅甸工人的劳权。因指控公司下底伫咧缅甸的工厂无按契约付奖金予工人，引起300多的工人罢工。公司很小，它可能更用上军方跟警方来打压这些劳工的团结权跟基本的劳动条件的保障。现在物价越来越高，他们的薪水也是不涨，然后是。 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是完全我们不能接受的，必须要站在我们缅甸的工人那边。人权团体还阁指控讲，公司违法，甲接叫参与罢工的50多个工人是头路，还阁找军警起卡动手，甲因施压。不止个记者打电话去外国访问到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伊表示，伫咧罢工的过程当中，薪水已经有起啊，并不是无发奖金予员工。罢工，然后再威胁我，在劳动局跟派出所的协调下，我们说。 他们说我们打他们，我们一定要告诬告，因为我们有调录像带出来看，用这种方法来让我能够接受妥协。但是因为我们7月才罢过一次，调过薪。负责人嘛回应讲，公司伫当地运作，一切拢照当地劳动法令。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保密的协议，公司嘛已经决定外告这个带头罢工的工人。记者综合报道。